已經是沒有腰的，不是很嚴重了。我們是很嚴重的，我告訴你，沒有連，沒有，不是這樣的，直接1秒就不見了。有生過寶寶的就是這樣，好不好？對，沒有生過寶寶，我跟你們說不要笑我，很多人沒有生，肚子比我還大。好，來，像我是一個坐得很正的女生哦，很多女生是這樣坐的哦，肚子更大哦，我是坐得很正的哦。很多人說我是不是縮小腹？這個縮小腹說不來，因為這個是皮。我們好明白啊。對，這個是皮，這個不是肚子。我很瘦，皮小姐，皮小姐的皮，好啊，這是皮，這是皮，來再看一下，這個是皮。然後呢，而且我現在這樣坐着的時候，站着的時候還好啦。來，你們看這件內褲，它是收小褲的，穿上去，你的肚子1秒就不見了，有沒有？來，再看一下側邊，我哋就係想咁樣啊，曲線就出來了。來，同埋呢個咧，佢係已經出到第4代噶啦，已經出了第4代的啦。這邊有做軟魚骨，一樣不捲邊，穿上去不捲邊，不會掉，不會翻，而且它是無痕的。你們看屁股的地方。佢係無痕噶，佢啱啱喺呢個位咧，佢仲有2個乳骨喺度咧，令到你冇咁容易捲邊噶。佢仲有係涼感、冰感嘅物料嚟噶，係無痕嘅。無痕咧，即係話你無論着啲咩衫褲都好咧，人哋係睇唔出嘅，睇唔出。同埋佢係個物料令到你唔會焗嘅，你唔會焗嘅，直情係當內褲着，裏面唔需要再着內褲噶啦，已經係啦，個彈性係非常之好，